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23日早起新闻，我是朱军。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台中大雅的兆丰银行中科分行，昨中昼一个查甫歹徒提枪抢劫，大约3分钟就抢要20万，好佳在无人受伤，警方已经锁定车牌追查。兆丰银行中科分行伫中部和学园区内面一间办公大楼2楼，无明显的看板。日中昼12点10分，有一个骑奥多麦查甫人撞入去抢劫。身高约170公分，微胖，穿着蓝色雨衣、灰色反光条，头戴鸭舌帽，持枪抢劫。现场没有开枪，没有人伤亡，损失金额经银行初估新台币19万3200元整。中科分行的客户大部分拢是中科的厂商或者是员工。歹徒被人推上2楼，入去银行内面，请野菜化工抢劫袂使动。他到现场之后就亮枪，然后喝令行员不要动，然后就翻越那柜台，然后就搜刮财物，从原路走下楼，骑乘机车往大雅方向走。规个犯案过程无到3分钟，过程中并无开枪，有行员赶紧去警一铃，验过又互歹徒逃走。警方讲用车牌立人，即马已经锁定特定对象要抓人。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受到锋面和西南气流的影响，中南部会有局部大雨和大水雨。来看上新的分图。今日方面渐渐往南面煞，雨小可较减，不过北部犹原是歹天，南部也阁有雷阵雨。气象局针对屏东发大水雨特报，另外台南、高雄、台东发大雨特报。礼拜日方面会往南面煞，中部以北有机会变济云的天气，但是方面也阁伫附近，南部的雨有可能一直落到后礼拜四。因为受到黄酸雨方面的影响。高雄总有8区上超大雨，一寡车路拢淹水，地势塌遮，其中地势较低的盐埕上严重。汽机车拄进入高雄盐埕区，都因为路口的积水，真侪拢熄火，有汽车停伫路边，也有人无奈看到机车撩水离开。可能淹水的款啦，淹水火厝啊塌的。高雄盐埕区虎野路甲大公路一带因为落雨，2早起6点多开始淹水，最后也淹入民众的厝内。民众翕影片上深的时阵，也超过脚头虎，就算是后来雨势较落落来，提速度也真慢。6点到即马嫌免关迄个下嘛无，拢无提到对。较早的阵安尼，好难停都有啊。嘿，今仔日在烧了伊啊。即马唔使。搁你这水沟水流出去吼，只有是流去爱河啊。啊，因为政府一个水沟啊，讲啊歹，你若像即款大雨啊，大雨已经透袂离啊。水利局强调，因为爱河水费灌过盐埕区，加上抽水站临时故障，所以调动抽水机了后，伫中昼12点才全面抽打。也毋过，日高雄累积雨量上悬已经达到变大雨，真侪所在有沟仔拢满出来情形，连同路边的水准也是一透早就满过路面。警方赶来有封锁线，惊民众无细力弄入来被强大的水流冲倒。一路过来这边全部河道都比路还高，一直淹过来，这是较危险啊！对，水啊侪点，啊，来容易脏也还落雨啊。伫高雄仁武区凤井路86巷也因为后壁大排满出来，变成溪流，一路淹到国道10号下骹，造成当地为上班时间的交通大趴感。有一点会晃，因为太深了水对。是下这种雨的话到这里啊，现在从今年开始就到差不多最大雨就是到这里而已。高雄拢总有3面大树主管顶10个行政区拢出现道路淹水情形，市长韩国瑜也安尼摆了一连串的视察行程，希望了解原因。我们希望大概在2年半到3年左右，能够全部把水可以解决掉，以后不会再淹水。真侪路大当年拄着水就淹，有的是几啊年拢无淹啊。韩国瑜强调，水利局也公布到各淹水地点会勘，会以厘清问题，提出改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山地门甲出入道大雨总雨量超过500毫米，各地头传出灾情，各军协助来义乡的村民撤离，雾台乡也限制出入。一阵风吹过，倒仔甲椅仔嘛全飞起来，甲玻璃门喊冒破。
因为方面落大水雨，屏东搬了这间餐厅煞嘛透大风，业者去用带一条临时休困一天。整个玻璃都碎落满地，对啊，玻璃都被砸破，它外面2张桌子碎了。店头甲倒啊颠倒头壳，就惊讲佮去互吹起来，毋若透大风，雨嘛伫咧屏东落几工。台仁科技大学边仔的路，早起就变做若树溪啊共款，一直向省道第27线来灌，造成路口积水，影响车辆通过。附近的客家嘛烦恼讲水会引入来厝内。大人中街啊，这种好像有的时间有的水啊，即嘛边头就在路太侪流落来啊。我用那个沙包挡起来嘛，我想说，我一直在烦恼说，下那么大。地方破断是排水沟塌掉才造成的，乡公所嘛赶紧找清洁队甲包厢去拼，到下晡才互水豆豆啊退。清洁队是我们第一线先出来先做他们可以清理的人力工作，那过来就是我们公所的开口契约过来先做可以做的事情。屏东春日乡甲三地门乡是全台湾24小时雨量上济前2名，已经超过500毫米。伫咧树文川通向浸水赢高道的路已经出现土石流甲黄土水墙，村民都唔敢出门。有一些落石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出入。那现在目前溪流暴涨。同款是春日乡绿里村的村民发现讲溪水已经淹过路面，赶紧家己撤离。溪的积水已经比路面上还高了，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部落的老人家正在一一的撤离。雾台乡嘛，因为一直落雨，烦恼连外道路第24线放弃。下晡拄三地门的入口处管制出入，乡内停止上班上课。第二乡是达到红色土石流的境界，国军已经来到3港第2村甲二林村做预防式的撤离。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昨无增加确诊病例，已经40天无本土病例。疫情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感谢警政甲医护人员斗3工。另外，也有一个重症病人已经通出院啊。经过1天，国内各一届出现无人确诊，全台湾武汉肺炎的确诊人数维持伫咧441个，其中有7个人死亡，累计有408个人解除隔离，到今已经连续40天无本土病例出现。我们吉波其实压力也是蛮大的一个情况，那也真的是有赖于不管是我们警政、户政、社政、卫政相关的人员一起，大家齐心努力，再加上接受检疫跟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的配合。指挥中心表示，目前也有26个人伫咧病院接受治疗。啊，毋过，互人真欢喜的消息是，国内上后尾一个使用呼吸器的个案，前一日已经成功甲呼吸器拔掉。这个50多岁查甫人本身有食薰甲癌症的病史，伊3月底发病了后，病情变甲真严重，佮捌无法度喘气、休克，好佳在接呼吸器37天，用药克膜治疗33天了后，总算家己拄规门关救倒转来，顺利康复当中，即嘛准备要出院。非常多的医护团队，大家共同这样子承担起这样的一个照护责任，让我们的个案即使重症也都可以顺利让这么长的时间的照护还可以顺利的脱离叶克膜。另外，台湾甲韩国都捌出现患者解除隔离了后，佮恢复阳性的个案。啊，毋过指挥中心追踪了发现，恢复阳性的个案甲接触者拢无相关的症状，隔离了后采检嘛拢是阴性，判断应该无传染着，所以专家咨询小组建议，未来恢复阳性的人毋免佮居家隔离。啊，若是代替高铁，敢是要开放卖客票？指挥官陈时中建议，先增加车厢，调整班次，无建议卖客票，因为一个车厢徛5、6个人，就已经算真济啊。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即马已经超过520万例确诊，死亡人数超过33万。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的病例有82000多例，台湾昨无增加确诊病例，目前441例，香港有1065例，日本16000多例，南韩超过11000例，美国已经超过164万例，俄罗斯超过32万例，巴西超过33万例。欧洲的西班牙超过28万例，英国超过25万，意大利是超过22万8千例。巴西疫情也未冻点，目前已经超过33万人确诊，排世界第2。另外，墨西哥2日确诊约3000人，医疗体系恐惊会支撑袂了。
甲观察讲起来，问题真悬。甲观察台内，巴西受到总统波索纳罗反对实施社交距离影响，新冠病毒的确诊患者，伫个20甲21两天，逐天增加将近2万人，加做世界第2大的重症区。这嘛，互拉丁美洲上大的公墓维拉福尔摩沙公墓，逐天大的观察为30外个增加到60外个。 Eles chamam a gente, vão de 5 em 5 no carro, no caso nesse carro aqui, para vir enterrar de 5 em 5. Não tem direito a velório, não tem direito a nada. Simplesmente sai do hospital direto para cá. Não tem direito nem de pôr roupa, nem de dar um enterro digno para a pessoa. 波索纳罗建议民众用药啊氯喹尼来治疗病毒，虽然专家认为这款药啊风险真悬，佮无法度证实会当有效治疗，也不过已经引发民众去买来试食。另外，波索纳罗佮要求紧急增加公务人员的薪水，准备要伫个未来2天批准600亿的雷亚尔，差不多代表3200多亿的联邦纾困案，支援受到疫情冲击的城市。到了巴西，墨西哥嘛因为检验病毒的能力无够，疫情嘛继续拖。 当地2日增加2900外个确诊病例，创下一天增加病人上济纪录。增加这么济病人，嘛对医疗体制造成治疗的压力。在病床、人工呼吸器甲防护物资拢无够的状况下，当局直接伫个首都墨西哥城设立一间制造N95喙暗的工厂，提供予医护人员。 Sí había una dificultad de encontrar y de traer, porque importamos mucho y es un trabajo también muy bueno que ha hecho la Secretaría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en importar las famosas N95 que fluctúan el precio. Obviamente los hospitales se están cada vez más saturando, es muy necesario para el equipo médico. 在俄罗斯大港增加患者超过8000人，在国产的呼吸器出问题了后，美国总统川普答应提供200台的呼吸器给俄罗斯。第一批50台的呼吸器嘛，伫2日送到俄罗斯，不过剩的150台会伫后礼拜陆续送到位。记者来上整理报道。咱来看今日的报纸看什么大代志。《苹果日报》昨中国全大会公布香港版国安法。 国安法确定中国的国安机关要去香港执法，引起外界批评。再来是自由时报，既然南方澳大桥断过，提速6个人过往，交通部出发的名单出来，包括5个出过台湾港务公司的董事长，各位3个总经理等等，总共48个人。再来是联合报，交通部昨决定，防疫也未解禁进程，5日节连假，代替无要卖客票，高铁嘛无卖自由座。 维持即卖的防疫措施，拍算会加开列车，或者是增加车厢来载客。嘉义县市宣布放零毕业典礼加毕业旅行的限制，台北市也公布相关的办法甲措施。另外，伫台北市的酒店恢复营业了后，台中市也宣布酒店有条件解禁。 因应毕业季，疫情指挥中心放宽举办毕业典礼甲毕业旅行。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伫会议中表示，新北市政治管制措施第2阶段第4提出开放，包括毕业典礼、毕业旅行拢会当举办。宜兰县、台东县也得咧开放。除了全面开放通风良好的室内场馆，但是人数还是需要维持100人以下。至于毕业典礼， 是可以举办的，毕业旅行也是可以办的。学校的这个毕业季所以呢，因为疫情的舒缓，所以呢，我们呢希望呢恢复了这个毕业典礼。 台北市教育局公布办理指引，毕业典礼减少外宾邀请，若有强势会当开放家长参加。也毋过需要有配套，包括签名在健康管理声明书、挂喙暗、量体温、甲人数管控，最好有时甚至是翕相专区。另外，舞台表演活动要安怎维持社交距离？局长陈灿金讲，真歹避免喙烂球传染。像那个合唱的部分，然后吹笛子的部分，那恐怕很难避免有飞沫传染。 那可不可以有适当的距离？那可能这个要学校要做适度的一个掌控。毕业旅行方面，台北市希望公班公车鼓励一天来去，若需要多数优先选择防疫措施完善的旅馆。另外，台北市有14间酒店伫2月复业。副市长黄珊珊也伫第一时间率队前往视察签名册的执行状况，也强调会加强查核签名册敢是有落实。台中市也宣布，包括酒店等各场所会当有条件解禁。 之前有些被限制的行业呢，那我们就要逐渐让他们复业。不过让他们复业的前提之下，
是要配合中央防疫中心有很多的防疫指引。台中市府表示，业者为25起会当向市府提出申请，上紧6月初1复业。疫情累落来，各县市拢展开防疫新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疫情转好，表演团体呼吁赶紧解除室内表演场地限制，若无后壁的表演歹安排，一定会了钱。所来政府都要安排后一阶段的纾困啊。伫咧音乐厅甲东盘做伙享受高响乐的世界，这款的日子就伫要来呀！台北市立高响乐团带头宣布6月初5伫咧国家音乐厅举办乐式风筝日的音乐会，1000张票开始卖了，就去互抢了。重点是日流是名节，民众爱刮嘴暗，而且座位冇浪芳。它有一些是规划亲友同行的2人座。我们因为台北市，我们现在也是在推动能够把艺文场馆的一个打开之后呢，它的票券是原则上是先以一半来为一个设计，所以我们自己是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团队，我们当然也就遵照台北市的这个规定来办理。团长何康国表示，乐团无盈利的压力，毋过希望带动观赏的人，所以票是卖真俗，敢若300到500。台北市高雄乐团踏出第一步，其他的民间表演团体是更较着急，因为艺文场馆无改建，后壁的档次是更较歹排。嘛认为讲只要会当甲市名节挂出人甲蹦体温做好就会使。那准讲阁要采用煤灰做，注定会了钱。酒店都可以10年制就进场了，对，那更何况市场呢？如果还是要喊梅花座，那我就会说麻烦。文化部继续艺文纾困3.0的钱先准备好。针对表演团体呼吁讲赶紧宣布解禁场馆的限制，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伫咧记者会面顶是安尼讲的。我们对他们的都没有意见啊，他们就可以做了。哦 ，OK， 然后就已经可以做了，那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共会当做就是第一波的开放方式，也就是台北市立高雄乐团的做法。不过嘛是表演团体目前上要紧的代志。林家宏讲，若是阁无法度全面解禁，政府就爱先甲纾困3.0准备好。记者综合报道。国内4月无头路的人超过48万，失业率4.03%是7档以来降期上悬。另外，家庭暴力案件也变多，今年第一季度有32000件，增加5%。武汉肺炎疫情影响到国内经济，民众无法度出门，失业率嘛增加，嘛互家庭暴力风险对立增加。根据卫福部最新的统计，今年全台湾1月份到3月份家暴通报案件超有32000件，比去年同一期成长5%，总共1530件。其中，各医生保持增加上济，敢若今年第一季就已经受理4914件。家暴的案件的增加，其实是有很多可能的因素。那还有一部分的因素，可能来自于我们在那个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通过之后，通报的这个范围跟定义更扩大之后，确实有一些案件本来不是保护性案件就被纳进来了。那我们觉得这一部分也有影响到。受到疫情的冲击，服务业关手休困，解雇的人数变悬。主计总处公布4月份的失业人数达到48.1万人，比3月份增加3.6万人。第四，台湾的失业率提悬到4.03%，创7年以来降期上悬的。调查嘛发现，业者1礼拜工作时间嘛受到疫情的影响来减少，工作时数要达到35点钟的人有40万人。社福团体嘛烦恼讲，因为失业人数增加，生活压力变大，家暴几率嘛变悬。失业者他更会待在家的这个时间就比较长，或者引发的这个攻击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行为，好，然后当然生活的一个这个压力，都可能是一个引发冲突的家庭暴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社福团体认为讲，民众伫咧居家隔离检疫期间，若是真正有家暴问题，外口的人是真恶治甲，佮加上目前烦恼传染问题，社工减少探访，若是干那透过电话等等的关心，万不个案有无方便讲的时阵，就可会造成两难的局面，冇可能会发生通报去前着，所以政府袂当无注重。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义乡10外当前七彩屋顶的孙海桥断去。这个乡公所最近向中央争取经费，要起新桥，希望让民众出入较利便。车先撩水过溪，刷落去，搁爱行这全是石头仔的山路，弯弯弯弯，而且路况真歹，一个无细力可能就跋落万丈深坑。不过这算是南投的布农族人，要登去祖基地七彩湖一定爱行的路。12月过后，
风灾这边的路况就很糟糕，就封闭了20年。10多年前，因为部落往丹台林区提供出入的顺海桥和大水抢登去，当地族人若要登去七彩湖，就要冒着风险，趁大水期撩溪过。乡公所考虑到民众的安危，即阵也拍拼争取经费。希望新桥紧做好。未来能够中央更重视我们的一个出入的一个便道，让我们族人能够进出在我们的传统领域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更安全、更便利的一个桥梁。另外，因为七彩湖经滴水，所以也请济山友专工去遐爬山。当地居民认为，重建新桥也着顾全周边的环境，也烦恼讲交通若变利便，圣地会被破坏。外面的人到七彩湖。他会真的是，我认为说，好像有点不宜啦。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珍惜这一块圣地啦。七彩湖因为伫深山内，较少人行脚到，全保留原始高山湖的特殊环境。新义乡公所除了拍拼找重建桥的经费和方案，也呼吁众人同齐守护七彩湖这款难得的美景。记者综合报道。车牛嘛，获做五角背，经过调查，东海花2015到16年之间，300多粒。敢若剩100多粒尔，县政府今年阁准备21粒，志工才甲车迄拢顾调调。台东县富山渔业资源保护区志工将拿内底适应1个月回车区尾，重新安置伫双湖大区，互因调伫石搭顶成长。车区尾外观真水，成长曲真慢，一年成长3.4公分，寿命上长会当活100年，也是罕有中上大的贝类。不过，台东县政府2015年调查，东海花有304粒，到2016年却只存164粒，因为盗采严重。去年这个伫绿岛捕获100粒。Q 高比盗采50粒，今年改伫富山护渔区捕获，3月份先捕获21粒。最主要是我们希望把那个富山原生保育区的砗磲贝，以往非常多的数量的砗磲贝可以再重新复育起来。富山护渔区是知名的海洋乐园，当地居民会当讲拢是保育志工，随时拢会伸手。志工讲，砗磲贝即马生长的区域，袂有人来干扰，因为砗磲贝有海中玫瑰之称，希望未来者会当成为海中花园。我们也慢慢学习如何去做砗磲贝的复育。后来听老师讲，砗磲贝如果集中的话，以后它就会在排卵、排精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多砗磲贝在我们这一个保育区里面。台东县政府表示，预计今年7月会阁捕获50粒，互东海花砗磲贝的族群数量慢慢恢复。记者综合报道。欧美国家渐渐解封，真侪人恢复上班，但是为着保持社交距离，袂少人改骑脚踏车。英国顶个月脚踏车卖甲正好，法国嘛袂少人开始骑 T 马。英国自这礼拜民众开始登记上班，当局提醒民众较莫坐大众运输工具，结果这么骑脚踏车的人变多。不管是买新的、二手的，或者是甲旧车提去整理，伫疫情稳定了，脚踏车行生意加正好。A certain segment of population definitely feel that it's better than catching public transport, and once they see how much money it saves them, they will continue. 英国单车贸易协会估计，顶个月脚踏车销售量创新高，到6000万英镑，超过22亿台币。伫伦敦市区骑脚踏车的人有变多，连一寡本来无啥骑脚踏车的人，怎么也开始骑。I liked biking, but I never was that into it, and I loved taking the subway. I'm a big public transportation person, but that's not an option right now, and it's just been great to get on the bike. 慢慢开始解封的法国，最近骑脚踏车的人也变多。石头老师帮就为家长就带伫咧读大学的查某囝来买车。Collège, elle est scolarisée dans un collège en ville, en centre-ville, donc elle ira au collège en vélo, ce qui lui permettra aussi de rentrer à la maison en vélo pour éviter de prendre le tram et le bus, puisque d'habitude elle va au collège en bus ou en tram. Voilà. 这间脚踏车行惊讲人客伤多，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特别伫门口采管制人数的牌仔。店经理讲，甲去年同期比，因最近的营业额成长2倍多。自脚踏车流行，会人看到疫情正慢慢伫咧改变民众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最后来关心各地的天气资料。
今日是新历5月23，也是农历的闰月4月7日。俗话讲，3年一閏，好歹才有轮。有人认为，爸母拄到闰年会减岁寿，所以拄到闰月时，照风俗已经嫁出去的查某囝，会使准备猪脚面线，替爸母来添福寿。也就是俗话咧讲，食面线添福寿，食猪脚真勇行。另外，爸母若是食菜，嘛有人会包红包，或者是送金仔。以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感谢您的收看，咱再会。你有糖尿病吗？你有其他的疾病吗？你吃什么药吗？你曾经受过什么伤在脚上吗？因为这方面的病人伊的感觉会较钝，所以你咧送的时阵5月23，拜六暗时7点半，成立台湾，咱做伙关心身边的人。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大人囡仔，大家好，我是欢喜快乐无烦恼的蠓仔哥哥。咱今仔日要来介绍的就是佚佗米。佚佗米汉字写作佚佗米，罗马字写作吃一佚，特而特，么一米。佚第4条，佗第5条，米第8条。嘛有人讲是佚佗米。囡仔耍的佚佗米真侪款，室外的佚佗米有放风吹、踢弹弓仔、打敲、拍干乐、抽风雷、捧竹田烟、抱裤仔等等。有的佚佗米敢若看名真正唔知影是啥，像干乐，伊是一种形，像大粒田螺。在耍的时，要用手啊把好按，才大力甲拍出去的囡仔耍。风雷是一种拄开始咧耍的时阵，声音亲像蠓仔飞咧飞咧汪汪叫，后来会愈来愈大声，像单雷声安尼的佚佗米。捧竹田烟是一种外形像田烟，不过是用竹仔做的佚佗米，是艋舺哆啦 A 梦内面看会到的道具。嘛是古早时代定定会看到的囡仔耍，阁有抱裤仔，是一种定定伫夜市仔会看到的佚佗米。只要摕黄裤仔，甲想要爱的物件套起来，就会使爽爽啊，甲奖品砸进去的游戏。啊，若是要伫室内耍，嘛有线红飘、蝶珠啊，也是为日本传过来的剑玉。红仔飘会当用线的。嘛会当用伊的，线的就是甲红仔飘贴做一拍，耍的人轮流用手拎的迄张去线，看啥人会当甲上下面迄张线出来就赢，赢的人会当甲规塔红仔飘赢转去。伊的就是摕红仔飘顶面印的加刀、石头纸，也是滚树、枪机、马炮来比输赢，看一摆要输赢几张红仔飘。溜。佚佗米、拍干乐、抽风雷、捧竹田烟、抱裤仔、红仔飘。即摆囡仔敢若剩一项佚佗米，就是手机啊。电视机面头前的爸爸妈妈会使带囡仔做伙耍佚佗米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
我袂晓。